来看今年的世界跆拳道锦标赛伫亚塞拜然举行，台湾有16个选手参加。东京奥运铜牌的罗嘉玲，伫女子57公斤级的冠军赛，是以0比2输予匈牙利的选手，连续2档拢摕到银牌。 八强赛来拍败里约奥运的金牌，英国的选手 Jones 4强比赛嘛以2比1来拍败同款是东京奥运铜牌土耳其的选手伊尔根。罗嘉玲是无啥物时间休困，就要伫决赛对着世界排名第61，敢若17岁匈牙利的新人 Martin。 马腾头一个回合就积极攻击，顶半部的防守是真严。头一个回合罗嘉玲1比2输去，第二回合罗嘉玲中段攻击2分，又搁马上互马腾摕转去。这个回合又搁是3比4差1分，最后是0比2来输去，连续2年世锦赛摕银牌。其实拿到这个银牌，我没有很开心，因为我觉得他应该要金牌，因为他把最好的都打下来了。如果再时间拉长一点，然后再战术再多提醒一下，他也注意力有点不够集中啊。再来就是也是有点体力放尽，因为休息时间也很短。 老聪达教练表示，今年3月比利时公开赛，罗嘉玲决赛就是拄到马腾，嘛是0比2来输去。面对这位新人，肯定会加注意来提出对策。但是罗嘉玲世锦赛银牌，世界排名会来到第5名，因为各两届来积分前5，直接摕到巴黎奥运参赛资格。到年底正前会参加上少10场的国际比赛，争取积分保持伫咧前5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